来继续来看明年南投县民间乡乡长的选举，无党籍的县议员蔡宗治争取到国民党的支持，县长柯淑华嘛到场收听。但是国民党内要一个人嘛要选乡长，就是前县议员苏雪燕。伊进前因为有中国籍，互内政部撤销掉议员的资格。苏雪燕讲，迄是政治迫害。伊讲伊参选是合法合规定。即摆就看国民党安怎来整合。我现在是以无党籍下去参选我们民间乡长，可是我会寻求我们国民党与民众党的以及无党籍的在地最大的力量下去整合。伊是无党籍的南投县议员蔡宗治，正式宣布要选民间乡长。到场甲支持的有南投县议长甲县长柯淑华，国民党内重量级的人物拢甲斗相挺。不过国民党的南投前县议员苏雪燕嘛讲要选乡长。国民党来讲，民间乡算是很艰困的选区。苏雪燕讲要用国民党籍的身份来选乡长，蔡宗治是无党籍，不过说互国民党的头人支持，这敢是要互国民党来解决。而且苏雪燕本身有双中国籍的问题，同时有中华民国国籍甲中国籍的身份，进前因为涉犯国籍法，互内政部撤销县议员的资格。我如果不符合资格，内政部为什么要通知我去宣誓就职，发当选证书给我？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内政部的一个政治迫害。从始至终，两岸的关系它就没有国与国的关系。伊认为伊有中华民国的国籍，参选是合法合规定，才决定要用国民党员的身份来选乡长。石学燕同志他的这个目前能否参选，或者是说他在假设当选之后1年之后，他是确定是没有办法拿到这个大陆的这个就是放弃国籍的证明，那一样是会被面临到撤销的这个结果啊。所以现在我们还不确定立法院的整体的修法的状况。柯淑华强调，目前立院针对国籍法要做修法，所以就要看修法的结果，才会当知影苏雪燕参选公职敢会有撤销的问题。到时党内才来决定要安怎做整合提名。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